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自我实践。千万个理念不如一个实践，而且呢，爱自我的角度，就亲像咱一杯茶饮片，爱烧度40几度，还是50度，哦，还是甘的，还是甜的，还是苦的，自己知道。哦，所以讲，自我修行，自成佛道。观自在菩萨，伊言观自在，就是观你家己内观自，咱无法吼，安尼讲三宝的时阵呢，咱拢有讲着口观，哦，啊舌搭天桥，八分闭，二目所学，八分闭两分开，二目所学，眼观鼻，鼻观心，哦，默念无字真经，手抱佛头。其实就是咧观咱的自在菩萨，所以咱基经拿中观自在，有些讲师会用这一首这个诗呢来解释这个玄观处。所以咱就是咧观咱迄个自在菩萨。如连观自在，你就法度通观境自在、人事物拢会当观人自在、观事自在、观物自在。其实这是一个足高深的意见。讲出去讲，但是真正拄着的时阵呢，试试看便知道。但是咱研究真理，就是爱正理正念，就是这个真理。但是落于人事物的时阵，咱要如何去应对？如何去应对？那观我自在，家己呢无去贪嗔痴，无计较闹病死。对一个无计较闹病死，老计较不要紧老就是退化这是正常啊，亲像互他，11月22号我就会当买爱心票，不是爱心票，敬老票会当买这敬老票是欢喜还是烦恼？各位先生，第一欢喜就是我坐高铁的坐飞机会当看所以咱修咱就甲我讲那个经理不然你就11月22号再来澎湖办到，因为或许换票半票差不多咧差不多3200的机票钱，半票就剩下2000元。剩下2000啊，1900几，一票拢900几块咧，我拢1530。所以你看他办票就差很多，那个高铁坐到台北要1130，办票才500多，对不对？这是欢喜，但是呢，一则以后会啥？伊老你的体力已经差足多啊！真正体力差足多。亲像咧，以早徛咧讲课，下早一班下晡一场拢无挨着，但是即摆呢，等下就丢筋啊，等下就脚就做酸的为什么安尼？因为其实老一定是会越来越多若病呢，病就爱靠家己，因为病从口入，病成本空，病从靠入，就是看咱要如何，你安怎食，你安怎调理你的生活起居，你所有的这个人讲内分泌失调，就是你生活作息没有调整好，若死免惊，逐个爱死一遍。所以食补适当讲世间人生上个公平就是逐个拢死一遍，无一个讲毋免死，嘛无当死2遍的，伊死一遍所以讲咱若有法度人不计，无计较，当然就会自在。可是这是道理要真正落实去甲体证爱看咱个人的这个功夫。如何自我修行？那么互咱呢，就用4点来甲咱做一个分享。第一点，自我观照，观求自己。拄则咱分享就讲，爱做一个观自在菩萨。每一工爱观照家己真如的本性有伫所以把握当下，咱或许曾经请教前人，把握当下这一句话的真实意义。伊讲就是把握当下，真拄倒去9点，我无直接看8点55。毋是你把握这段时间，这时间你抓袂牢。所以讲咱即世人呢，无法度抓着查到叫做四季春夏秋冬，叫做时间的运转。那么咱今日要观自在，是关注咱的观自在菩萨，就是咱的真如本性。真如的本性是有伫的，咱以真我咧做主，
还是以咱的识理识见，以咱的识心咧做事。以咱的识心做事，有时啊就有偏颇，就无法度人讲哦，真正正其心，心其志，有时啊有偏颇，有偏颇时就自业，就是足济，而且因为无好因写理写过，因为咱爱关照家己是毋是呢妄想纷飞，会不会妄想纷飞？会。我真正我即阵吼，互我真正我即阵的心就是道路办袂好，家己修袂好，来个妈妈照顾袂好。若即个妈妈吼，像下晡安尼4点半打电话，因为伊咧一个人住伫遐，计来讲，我捌即摆5点外，等于想讲要赴6点半瞓睡，5点外瞓中昼，瞓到5点半。咱一甲叫起床，伊讲我3点半暝吼，一个左边仔人车等下叫伊起来要创啥？时阵是阴暗5点半，你爱去食饭，去洗身躯。或许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或者就反思自己，我后摆啊敢袂安尼？像咱即摆拢用头壳的人吼，听讲物极必反，食老上老得老人痴呆症。我来讲，伊讲即摆是暗啊，我洗身躯爱去食饭吗？加讲一句，伊才听有啦。所以互我下晡4点半就去拍电话，讲无人接。的时阵你敢会紧张？会呢，好，互我赶紧的，佮甲要互伊的水果菜佮照常今日非常正常，已经身躯洗好，嘛去烧香啊、祭礼啊咧食饭啊。所以讲，咱今日今仔一个妈妈有照顾，你会想搁济啊。电话接无对，你会妄想纷飞。你会想讲，毋知安怎无我互我平下晡日去甲拜托，你也是来倒阮兜甲安怎？我安尼吼，定定安尼做就可怜亲像要拜咱去台北请传戏，结果传戏的一日拢无来，后母也巴肚枵一工，好佳哉。嘿啊，伊连都无好势，所以无来。无来，咱会想讲咱有请传戏的，所以我就安心去台北，无交代别人。因为将单纯去拍戏，无我会请阮囡仔，还是讲请。无嘛，请阮一下医生帮阮看一下分的所以结果尾啊无，咱转来到厝下仔趁下赶紧走去找一个包仔来食。发呢，目屎边仔中着。我讲阿妈，你今无来，伊讲也无人来啦，也无人来甲我捧着，也无人来煮饭互我食。马上打电话来督导，黄督导，今天的传习怎么没来？你说，姐姐你真的没去吗？我说真的，你求证一下看有没有在这里开立，因为传不要传到2年级部长不够。那回去这个也不够，回去这个也有咱对不起，但是好家在妈妈对要理解的，因为完善无就是去找一个熬啊这样，还是不会饿肚子所以在这里，我就讲，而且妄想纷飞，拄着啥物境，你就是会去，足紧的你就会啊，你我都惊了啦，一定爱较紧等去求证所以呢，嘛会最容易攀恋着环境，关照家己是毋是会当把持住伊，这是上困难，这是上困难。但是呢，咱已经拢有标这个目标去行。咱咧修脾气、气毛病，修到6字诀，即代志虽然说歹做，但是咱已经有咧进步。脾气毛病会愈来愈少。亲像咱道场的签到啊、分道，咱的脾气毛病拢会改变，绝对会改变。关照家己是毋是凡事拢会当管住自己，管理代志。这嘛是咱爱学习的，爱学习的。普通人看讲一支100啊，4支家己那么咱爱还是讲反正，人讲行有不得，一定要反求诸己。有啥物为前辈才办道具，办甲遮囡仔会快乐，遮囡仔会得心应手。为啥物咱要带动道具？咱遮囡仔未来，遮囡仔困难，我拢爱反求诸己。反求诸己讲，咱是毋是有尽心？咱有用心有尽心无？所以呢，会当安尼自我的关照，就是自我的修持，自我的修持。第
第二，自我更新不断的进步。那么禅当然，学校真正的听咱讲师讲，这个禅就是咱的单纯的心。哦，因为这单纯的心是单的这过程内底，慎独的这功夫内底，其实你若有法度用真正讲吼，慎独，那么你就是会做主的。啥物你拢袂去做毋对，啥物你拢袂当自欺欺人，而且伊是做佛法。而且呢，咱日本册伊安尼写，搁学道袂当改版，有鉴于咱即阵学道，办修道过老话，咱学道已经是安怎科学化、科技化。那么咱即摆带动道务，毋是像以早老菩萨讲坐就开始讲因果故事，人就要听。即摆咧讲因果故事吼，迄少年仔还是讲信道亲诶，未必会听会过。所以阮即阵学道办道，拢袂使怠办，嘛袂使墨守成规。因为咧，伫即个过程内底，咱真容易积非成是，其实是毋对的方法啦。结果咱搁是即套，啊，倒不着办袂起来。所以呢，伫即间呢，咱即个学纲的这个甲副学人还有我们处长，是为前协一起去，因为我们习坛组呢，渡了那个基隆的那个张慧君填写了后，我甲伊讲，咱若要开放呢，一定呢，我甲讲吼，你还是呢，开箱吼，衫装装的吼，还是要走出去，因为咱是伊的因缘。那么伊因缘到了这个张慧君了，咱嘛想要去宜兰开，但去嘉南开放。要去嘉南开放，敢爱行出去，一定爱行出去。其实呢，5工内底是足辛苦的。咱处长可能伊适应能力较好，若以后摆适应能力，会使讲非常足。5暝往5顶门床是学校的最大致命伤。你无法度困啊，你是搁坐车摇摇摆摆啊，像迄伫宜兰要来到外面半路，脸还搁大去啊，足恐怖呢，我用手报了。安听哩了，车迄卡车15节，互我内底多条，互我袂晓开车，所以我拢点坐哩遐。处长伊这袂晓开车，甲学校因溜落来，就会去应变一切的事情。那么，而且呢，互我来讲，咱今日行出去风清润和。就是呢，其实是要去放亲，嘛要讲吼，咱即个经济甲调下了后，有一天门去，会当到宜兰去开放。因为呢，我一出工呢，嘛拢有交咱贵州的辅导，就是讲伊咧借着伊的家己遐宾馆，宾馆的那种等嘿，伊会当开会，咱容纳15个人，我们可以在那边办个临时佛堂，慢慢的来在基隆开放。嘛，互伊会当有了呢，所以呢，伊嘛是咧拍拼。互我嘛甲阮师产主讲，因为你是在学习，你了解你的辅导较济，搁依着你的因缘来体证得经、历经、天命经，会殊胜的嘛，伊较容易懂啦，伊较容易懂。所以呢，而且呢，学校嘛甲咱师产主鼓励，我们一起来努力。还有那个慧君，我们一起来努力。有可能伊后生娶某呢，我嘛爱，我也是咧主讲，如果需要的话，做伙去5次，好啊，一定会去。我坐高铁坐火车来到嘉南无要紧吼，因为呢，毕竟咱要开放一个所在呢，一定要用足侪心，而且爱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化。因为你一定要先净化你的心灵，为道而牺牲。你才能够走出去，若无呢，毋是遐简单。所以讲，咱的心境嘛，要不断的升华，不断的升华，才会当一天接近5的这个境界。得经历经天命经，它是非常殊胜的，但是还是要靠我们自悟修行的体证，还是要靠我们自悟修行的体证。第三，如何自我修行？来自我理想不给信。或许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讲，咱今日道场要带动道务，其实事实爱甲咱讲好。亲像咱学校
甲咱罗兰组带动家己的即个音乐内底，袂当一届就有成就，袂当两届就有成就，因为行过几若届几若年啊，但是还没有办法把道路带起来。而且过程内底，我拢甲阮罗兰组讲，我们不要气馁，哦，所以呢，明仔载呢，也是搁迄落林甲汤煮的豆菜面干的，也是搁爱来。我甲伊讲吼，迄个涂先生有来求道，咱是毋是爱来宣传迄个涂先生，互伊去道搁较济啦？啊，罗兰就讲，我们是做这个，你做辛苦，哦，你出门也着，你要豆菜面也着你煮林甲汤，我讲袂要紧，即个小块工作拢互我会当做，哦，只要我抽空我会使。本来是讲今日要去，伊拢拜三，但是互我家讲，咱明仔载甲来，因为你若互我爱着准备好势吼，爱拄互我准备者，而且也伤忝的，讲真体力已经差不多啊，哦，所以我着改明仔载要来，也是明仔载要来。啊，为着要带动咱迄个小组，哦，所以明仔载是由小组再互我甲罗兰组来，哦，所以呢，而且确实自讲你上计心，哦，毋是咱真正有啥物去带道夫，即个道夫就有法度通方便。啊，若安尼咱何老前人，咱18周岁的老前人，就免遐辛苦，哦，互较而且咧家己自我勉励啦，就是讲。做人咱讲啊，讲个大目标啊，讲吼，拢是表象上、语言上、小事上斤斤计较。你带袂好不要紧，但是你感觉问心无愧就好。哦，学到精髓，问心无愧。下等下，咱之前拢甲咱讲的吼，这学问之本，哦，就是你咧学的过程，咧学手教班的过程，咱是毋是有法度问心无愧？小像因为别人一句话就心里不安，这是无法，这是无法家己啊吼。因为别人一个动作，就互咱家己无自在。这是因为咱伤过执着，计较之欢，这是幸福，使咱陷于人我是非、成败得失的漩涡。我拢安尼想，因为有时啊，咱像咱米勒家园啦吼，因为咱即个去到家人到宜兰来至30几分钟，啊，咱迄个城南组。邀请咱负责人呢，人讲经过就不要错过吼，啊去甲伊鼓励者，啊所以咱嘛有去宜兰米勒街里面，啊伫迄个团队内底，或许看到他们的无私无我。咱徐丹组本来要过迄个旅坛组在林北的时阵呢，咱迄个徐丹组伫宜兰的一个朋友有两个分道，本来迄个豆要请阮食饭，但是咱。徐丹组来讲吼，我甲讲吼，我下早就到徐丹组讲吼，咱下昼吼，嘛去餐厅食。咱下昼就是甲咱迄落米勒街的煮的糜啊、咸啊，所有的菜甲听完，无咱这无敢食完，咱人老的人就要食迄个。所以我迄个昼就是甲迄轻的，哦，所以徐丹组咧摕爱搁炒一个高丽菜，啊你着安尼轻轻的，拢无负担，伊嘛无负担，咱嘛无负担。啊，因为迄两个朋友呢，已经甲餐厅订啊，知影先过去吼，餐厅订好啊，钱嘛付了吼，啊，地址嘛拢传到咱徐丹组，徐丹组甲讲无啦，咱个中餐已经拢准备好，啊，但是伊有换物件啦，吼，就是搬来要互我伫路边讲食的水果啊、饼啊，结果拢袂去即盘。本来迄个陈丹组讲倒对后壁约定，叫阮碰面的啊，我讲你嘛对啦，迄物件大家分享。为着遐物件，搁伫遐叫来讲，咱点外钟的，啊，所以呢，即两个新到亲呢，也就是互我11月2日，因为伊要转去批哦。是咱就讲，安尼要来转来批哦，是毋是？假如说你来批哦，点会到，我讲好，安尼就是，即摆去，咱11月22号要去批哦，办倒就是，因下尾要去遐佚佗。所以呢，而且一年我拢安尼想讲，他们的无私无我。伊听着我两个心头心里安那，所以马上召集要来表演着迄个弥勒家园的舞蹈，听好看。马上动作哦，所有的人都集合，可以来的都来，变孙的哦，阿孙啊都来安尼，马上啊6、7个表演。啊，所以讲伫遮呢，因的无私无我，伊嘛无分讲啊，这就是你爱上哦，个单位的迄个领导爱上会得亲。他们是男性单位，所以呢，连伊伫即个互动交流过程，伊讲话讲，
因拜五吼要去纯阳圣高院参班，伊要学服务要参班，吼，伊路过嘛，无爱错过嘛，要来遮甲咱参，伊讲要来遮参加，吼，要来带爸爸来看咱爱上佛堂来参访着咱爱上佛堂，因为爸爸才80几岁啊吼，都要甲带过，有班就对啦，有小学班。因为因爸爸呢是最近才发生的，刚前头3年，吼，以前伊是有教，伊是药师的，啊，所以呢，伊看这个囝吼，万一伊惯倒的吼，安尼甲咱教育无共款，所以无法度伊接受。啊，伊即摆呢，咱吴坛主呢，伊要做一个整修了，做一个道亲，不分主线的道亲都会去那边共同研究道理。哦，所以要嘛有迄个基础的，啊嘛有迄个迄种关于崇德的嘛，宝光的很多主线的讲述。他们上线学六祖坛经也很多其他主线的讲述，啊，所以他们是不分主线的，哦，啊大家都能够交流，但是他们不会跟着人家走，这是一个重点，哦，这是一个重点。说那种无私的心，真的是以天心为中心。我好就非常而且感动，哦，伊无咧计较，哦，啊无讲吼啊，一个组别的分别内底，哦啊计较讲啊你是对一组啊，你是对一组啊，你是对一个单位，你是对一个单位，他们没有，他们就是大家一个大熔炉一样，哦，都是一母之子，一师之徒，哦，所以呢嘛，好来陷溺于人我是非、成败得失的风波里，就会不得安宁，哦，因此咱爱以一切上。以事上，我上天上众人用事家上。其实呢，这要讲足简单，但是咱拢总将伊倒入一个事上内底，有分别，有梦想，有执着，不被迷惑，不计胜负，进而找到安身立命所在。咱今是反的，以及咱们带动的各位前线干部们，我们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我许多会接着说。静心就是了，哦，静咱的心就是啊，咱会当做偌济就算偌济，莫讲咱真正做害害的，拢带厝里了吼，像武汉一再吼即摆嘛是会啊，就是在那边追剧哦，完全疫情嘛，疫情来追剧啊，册人知影看迄种啥经典人知影冷剧，哦，啊要用的时阵哦，我阿袂惨啊，我准备无好，哦，这是要讲武汉。各位前贤不要向后学看齐啊，见贤思齐哦，见后学这个不写叫内自省。好，内省自我实践，不向外求助，不想性中做，不向心外求。所以呢，而且呢，我看了这其实咱一早我看哦，这典故，是讲有一个信徒问著书上师讲，如何参禅？如何参详，才会当感冒？哦，啊，就赵州禅师呢，伊就徛来讲，这好气就讲，我即摆要去小便，哦，无时间回答你这个遮尔大的问题。那么伊安尼甲讲的时阵，这个信徒敢会讲出伊也伊吼，啊，有这个上师修到安尼啊，道他毋是足厉害啊，我问这个问题尔，你就人讲叫做啥？妙顿华，对了。离乡较厉害，哦，这离乡哦，为什么咱两个乡拢伫遮啦？大乡小乡。哦，你就讲，啊是咧叫离乡，还是叫离乡？迄个孙子讲，啊是叫离乡，还是叫离乡？两个拢叫好啊，哦。那么伊就做风趣，讲我即摆要去小便，哦，无时间甲你回答这么大的问题。但是呢，伊要去小便的过程，伊搁回头去讲吼。你问我你问我如何开悟？这是偌大的问题。你看，像咱小便这种小代志，嘛爱我家己去啦。小便搁互人都会当代替，哦，绝对是个人会当代替，哦。所以呢，伊遮讲，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因此，自我修炼其实选择权在自己，发球权也是在自己。一切都是靠自己，靠山倒，靠人倒，靠自己最好。所以伫这个定位品的这个头前呢，第一篇呢，咱刘作伟周书伊就甲咱讲啊，定非一主，定是体归是用，哦，
伊伫体用甲做一个比喻，哦，伫即一段内底甲咱比喻甲非常的清楚。啊，其实各位亲戚，咱若如果讲，我第一遍听迄个点老师你安尼讲哦，我感觉好像很混乱，没有错，这是正常的现象。第一遍听来，讲听甲讲哦，体用一如，拢有法度人清清楚楚。迄个人遐听像我20摆就加学的。食馒头毋是第一粒饱，是毋是第10粒饱，是第一粒食到第10粒大饱哦。所以呢，而且互学伫即段甲咱学习，重点呢就是咧，甲咱学习讲自我修行，啊要我如何定位顶学，流落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咱即一篇呢，而且甲各位亲戚共同去来学习的。那么而且呢，互学，佫有看一篇咱上总的公案啦吼，就是咱有信徒呢问讲，问岐山禅师伊讲啥物是道啦吼，啊咱上师就甲回答讲吼，其实这篇吼还是要关注在遐讲，啊跳过啊吼，因为时间还袂到，佫有10分钟呢，互我甲咱分享迄个公案。有信徒问岐山禅师讲，啥物是道啦吼，啊上师就甲伊回答讲，无修是道，吼。那么信徒讲无修是道，我袂晓，伊讲你去问会晓的人。啊，这个信徒就讲，啥是会晓的人啊？上师话讲，毋是别人，就是你家己，吼，就是你家己啦。所以呢，求人不如求己，咱离白的生活内底一定爱讲哦。当然，一切爱靠家己。你要有法度人讲哦，一定是靠家己。毋是讲你听这个道理，听道理，研究真理是助缘。那么助缘引起成功的物件，如何搁家己去体证？哦，一切拢是爱靠家己。那么而且伊讲吼，咱自我实践者呢，上总的这个四祖的是上师啊，当初去参访着咱三祖净禅上师，哦，求净禅上师为伊开示解脱的关门。解脱的关门，咱用讲敢讲得出来？哦，所以呢，其实呢，是毋是你的心有着束缚，啊是毋是真正解脱，是嘛爱靠家己去体证。所以净禅上师伊就甲问伊讲，啥甲你束缚？谁束缚了你？哦，啊，这就是常常讲，咦，无呢嘛，无人甲我束缚呢。哦，啊，净禅上师讲，既然无人甲你束缚，你又何必另求解脱的关门？所以咱才有一句话讲，咱拢是自我束缚，咱家己束缚家己，啊，庸人自扰。哦，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因此呢，而且互我拄仔下晡到遮的时阵，咧看遮的时阵，拄仔孩子甲我伫遐互动，那么好笑就甲讲，哎呀，你今日会找无妈妈？你敢有去反省原因对倒来？哦，啊伊就甲讲，啊因为我细汉少年迄阵足叛逆，我讲对，所以你绝对爱读过忏悔，你逐工爱诵弥勒真经。哎哟，我讲伊讲弥勒真经要安怎读？我讲你暗时啊会当入来甲阮9点做伙读，哦，啊若无你就是Google印出来的弥勒救苦真经，啊你每天都要诵3次做回向，啊你即阵唯一会当做的是忏悔，因为警察局会当甲你讲，护尊事务所会当甲你帮忙，哦，会督翻就是忏悔，啊无你安怎找拢找袂到哦，所以呢，细灵人，解铃人还是要细灵人。所以而且咱互学也甲咱互相参考的啊，就是伫即一段互学感觉重点就是伫个定位顶学，咱爱去体会着哦。定位一致，体用一致，再就是自我修行。一定爱家己体悟体证。伫修行的过程当中，咱才有法度通解脱。哦，咱的心才袂去束缚着。咱袂感觉讲哦，啊修行哪会遮辛苦？其实是翻起冲关，啊这肉体会忝的，会绝对会忝。但是你若翻起冲关，困一醒，明仔载你就快活。啊，若如果讲你无法度人自己体悟，体
体证佛法。修办道的过程，伊是法理上远的，那么伊就是逐工我靠。啊，我就切无用啊，也要像阮内外组长、护法站的，伊交护法站去摸到风气，我家讲问啊，伊有做大场哦，啊，结果好佳哉今日免班两工，啊，明仔载干那班，明仔载都毋免班，啊，无为你的家都无爱生。老是啦，我拜过。哦，安尼哦。拜过。哦，我想讲，啊，若会当真少济工，毋要紧，安尼心情较歹有哪好啦，较当了。心情上好吼，较当了。好，这是互项的甲各位弟兄遮学习。哦，咱头前呢，这一段啊，点了40杯哦，或许可能141页这边或许有做完了。哦，啊，搁较后壁迄段呢，12月份呢，可能咱点了是咱144页这一段，我还袂做。这一段可能爱咱12月份咱准备啊，因为这后壁愈看愈深，我愈看愈好，哦，愈看愈好哦。咱注意到在。144页这一段呢，咱互还袂准备，我。141页。41啦，146。点了是咱对146开始吼，互还，然后较好爱袂写，爱袂做个吼。146念念之中不输经典有见念经念无念念念相续不断，这一段开始。啊，因为头前遮呢，互还两段好好处理。哦，迄阵我疫情呢，啊，强迫家己吼去做这个事了，较袂伫遐看电视。这是后面这一段呢，我有做。141页我有做，所以这一段呢就互我来写。啊，12月份，原来是慈悲呢，咱我准备啊，我真正有时啊批模哦啊，不吃力的哦，就是爱看，去看这个世界，我无人去做一个学习阐述。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甲咱开到遮，啊，无嘛无资料安尼讲，啊后壁呢，由咱今日嘛浅显的来甲咱做一个分析吼，那么来甲咱做一个分享啊吼，做一个分享，啊或许呢就要下去做一下吼，因为啊，脚会酸的，我的脚会酸哦，这样可能是自闭安尼开始。这嘛是道啊，伊脚会酸嘛是道，正常就是道，哦，无正常就毋是道。那么感谢点人师，还有处长各位、领任各位师长，谢谢大家给后学学习的这个因缘机会。那么感谢天师的最后就让各位姐妹们给身心愉快哦，在学经典的过程呢，大家都能够欢喜充满哦。互咱讲了无好势所在，还是讲了时不待的所在可能咱电视会当甲我补充，各位姐妹会当甲我多多包涵。感谢院士的感谢慈悲。接落来就是明仔日爱个分享吼，领任怎么龙舟领任回去带一个就正规的哦。好，明白，感谢慈悲。伊了阮对来。伊毋是伫了拍咧带尔吗？无啦，用伊大一点用这个电脑。大一点好，慈悲。谢谢。大众同学。感谢德慈悲前道公、坤道公。好，请坐下。处长，你先。